大家上午好。机器是我大型的旅游团队，表示热烈的欢迎。首先，让我们向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，这就是我们淳风市的第3重大殿，还有第1重、第2重都仍将等待着我们的这个建设成功。各位顺风村的村民，各位远道而来的香港，顺丰先官给李顺风土信弟子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对我们敬拜李顺风土信弟子来说，意义是非常重大，因为位于这里西村省梁中市八家镇的顺风村，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这轮风使今天正式重光了，决定不仅整个扎印与村民合建福建顺风寺，后天顺风寺做到跟国内香港一脉相同的节气。经过1年多的努力，顺风寺太极殿终于重建完成。我在此代表香港的顺丰先官弟子们深深的感谢。我知道昨天是梁中市建市的纪念日，我再次代表香港顺丰先官和远道而来的弟子先生们，祝贺梁中市母佛明康，前来旅游的人士络绎不绝，大家乐在朗中。李順風先師3杯3項清茶，有敬備8份3生清茶美酒包點金銀衣紙已列在本殿當天案前，請你以嚟領受得含笑喜歡，笑貌堂堂。六任李順風先師在此大顯威靈，眾位先師在此大顯威靈，急急如律令，戚戚令。少者在此笑若難知，快高長大；讀書者聰明伶俐，文昌高照；生意者生意興隆，一本萬利。今日順豐先官太極殿捐資人等及到來人等殿前人等啊，芳名在此列列報上。順豐先官4位弟子林卓培、黃啟初、吳偉樂、星、文偉成、文佩琪、陳偉剛、黃水韻、梁明忠、李煥好、黃根業、李淑華、陳波濤、古建邦、黃秀烈、歐興芬，有黃義良、伍耀榮、劉少雲、楊信強、邱錦平、曾志強、蕭慧晶、盧漢、盧耀文、李德芬、陳麗萍、徐月香、鄭幸珠、陳冠主持各名法中，有劉官友發財、吳偉強發佛、文銘龍發文、李益全發傳、楊貴發發勇，有岑成剛發亮，有劉遠雄發雄、温小平發新，有廖炎堅、李德安、張少棠、
宋奕發、李樹國、劉達明、黃炳南、余榮卓、蕭志強、羅文彪、韓燕霞、吳振明。廣東省惠陽縣鴨仔道羅發明老師公，再傳下廣東省惠陽縣曾發苗老師公，再傳下香港新界全班石梨貝金山頂順風仙冠黃婉容發容老師公，傳下凡間傳教弟子賴志雄發情頓手叩拜。黃表奉上不奉新吉，全數。師恩永存朝分明，此表不是凡人數，乃是祖師傳下來啊！弟子未曾入學堂啊，而心寫字不成行啊！萬望復望先師扶持弟子啊！寫個人字人長生，寫個鬼字鬼滅亡，寫個龍字龍下海啊！寫個虎字字眾師，就上玉皇金寶殿，玉皇殿上奏文書。